后来继续来看内政部长徐国勇录一段影片，用100秒的时间来讲内政部的政绩。传起网络无到1天，就超过38000人看过。这部长阁用最近上夯的国产的游戏《星愿》来补拍影片。陆先生，他这个房子太破旧了，怎么办呢？靠内政部。 用即马上前的网络电动来讲，内政部长徐国勇讲，为了无要互大家甲电动内面都县市即家伙共款住遮久的厝，内政部要用都更条例好厝翻新，可以让我们的房子更新，让大家可以居得安心、住得放心，儿女不美心。另外，我们的社会住宅相当的成功，包租代管已经有3000多件。部长挑战讲，用100秒时间甲大家讲，内政部搁做什么代志？ 非洲猪瘟，我们从保一调了110个警察，最多的时候到180个。我们也训练了很多的护国神拳，相信我，护国神拳是史上最勇猛、最猛的军团。扫毒方面，我们建立了1300多个反毒的通报网，让毒贩来一个抓一个，来2个抓1双。那针对啉酒塞车的人，酒驾一定抓，抓到你不敢酒驾，罚给你还去收惊。大家如果把国道当作碰碰车的场地，我们国道警察一定严格取缔。 徐国勇讲到政绩这100秒大挑战的影片上传到1天尔，就吸引超过38000人次看过，600摆分享。有网友学了这款的宣传方式，有人建议讲后盖出一个念歌版，部长的快脆行销方式，成功伫网络引起广大回应。